要旁边啊？啊，是夜来香哦。啊，有够香的啦！啊，暗时会用闻这夜来香的香味，啊，夜头阁用看月光，真正袂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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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，我请你食一斤最好食的物件。你要请？啊，你这个人一个钱爱拍24个角的人，你要请我吃物件？我请你吃啊。当然好啊，行。无啦，我讲算笑的啦，啊是咱讲食讲开好啊啦，你讲真的哦？对啦，就这斤啊，喂喂。足够水的呢。对啊。头家，头家你好，你好。来，阮物件足多，啊，才有菜单会当参考。啊，无全部拢点好啊啦。什么全部拢点？来，这斤就是迄种有这种日本的气氛，有无？嘿对，伊足侪迄种发财车吼，啊，有做这种足够水的遮布丁啊。你袂歹哦。我拄啊哦咧片迄夜来香啊，是暗暝啊的这种美感会用片的。啊，即摆你带我来这美感会五感体验，对无？食嘛是介重要，对无？点落。来，你来好啊！哇，谢谢头家娘。哇！暗暝啊，食一寡烧烧，真正是足好的。谢谢，拜拜。头家娘啊，你好。你这间美丽店面是开偌久啊？开7、8年有啊吧？7、8年哦。开7、8年啊。咁拢是伫个暗时的时阵咧开的。对哦，拢开暗时。真的哦。阮做暗顿甲宵夜。你甲头家做的这真正有够好食的，这暗时啊的气味，敢若这淡有尔。真的。头家娘，我最好奇啊吼，你若开这暗啊来食的人拢是啥物款的人较侪？通常是拢是上班的，啊无就学生啊，因下班啊是下课会过来安尼。真的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若是下班吼。下班的时阵，等于规工拢足忝的啊，压力足大，压力足大，可能无法度讲啊，迄顿吼食安尼规堆啦，对啦，可能就是安尼食一点嘛，啊，毋过佫会用饱饱，啊，啉一罐安尼烧汤，哇，这安尼一个暗时啊，都足舒服。对啊，规心情拢放松。这嘛是一种自我安踏呢。是啊，你看咱哪食会使甲头家个头家娘看因两个在放散啊，对无谈恋爱啊开讲，伊嘛咧发光。无得卡，有足侪迄情侣啊来恁遮食吼，暗时啊安尼食，结果情侣变硬啊都。哦，足多呢，足多。搁后一道看到，搁带囡仔来啊。是哦。然后搁后一道搁看到，搁带2个囡仔来。愈生愈多。人家食饱了就回去无闲。家己翁仔某、阿妹啊，搁带因的后生查某囝，啊，拢来遮食。就是为结婚前食甲结婚后安尼，足多的。安尼足好诶。这暗时啊，真精彩咧。阮老人家足多的。迄特别静，你会听到的，就是因为这有无？对，迄做代志，迄叽叽咕咕的声。对啊。啊，讲话的时阵，就会遮大声咧讲话。轻声细碎。系啊，迄心情就会介好。对，而且我头早远远行来看到这吼，就一拍电火，哇！迄拍电火就唔知影怎看起来就温暖。我阁是头一遍哦，真正坐船啊咧看这城市的夜景，吼，感觉安尼真罗曼蒂克呢。我嘛是头一届呢，船顶的顶悬看到咱大港桥呢，这大港桥咧遐，我平常日时啊看，无想到暗时啊遮水。哦，迄个拍水面迄水啊，完全就是无共款。伫迄暗暝啊，迄个太阳真正是都较无共款，对无？你会感觉这规城市吼，感觉拢在发光。对啊，亲像阮两个人都体验到有火的香嘛，啊嘛有食的嘛，啊即马坐喺船顶啊看这暗暝啊的这夜景，我有感觉这种
暗暝啊，这美感哦，真正这体验真好。朋友若是咧讲话开讲啊，迄心情拢会放啊，搁较轻松。啊，啥物心内话哦，可能拢会勇敢安尼讲出来。你这绝对是去互遮吼暗暝仔的美丽五感体验去影响你，所以你的心花就开，你就想要啥物拢讲。 好啦，其实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迄个下晡你毋是放喺迄车顶迄一罐珍珠奶茶？嘿，迄杯其实是我偷啉的。歹势歹势。你偷我啉咩？无法度，高雄好食物件伤多，我敢若买一杯。哦，歹势啊。好啦，煞煞去啦。你安尼带我来遮坐阵吼，迄杯就送你啉啦。还一个代志，你的卡网内底迄行动电源是我摕去甲偷啊冲掉。 歹势，我就懵烫嘛，我就爱用迄电啊。即系我拄仔要用的时阵拢无电啊，原来是你哦。歹势啦。好啦，安尼好康的拢互你摕去啊，你总算是搁爱带我去看有啥物好的介绍一下吧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甲你讲，连明我带你去看一个所在，哦，迄个所在真正有够美丽，迄是暗时啊才看会到的，即个暗暝仔的美学。哈？你时啊绝对嘛看无。哦。你期待一下，好无？好。 遮是要找啥物甲暗时啊有关系的美感的物件？我甲你讲，这暗暝仔美学，就藏喺这果子园内底。哦，爱较紧，我惊时间袂紧。啊，你有甲人约啊？约好啊。紧。有啦，哎，伯伯你好，好对啊，真久无看，哎呦，久无看，有新朋友来，对啊，哦，欢迎，哎，阮的美女话话啦，特别来找你，就是讲哦。 要找暗时仔的美丽啦，要看暗时仔美丽啊！对啊，你就这个对啊啦。喂，我甲你讲哦，校长在遮暗时仔拢伫遐翕相的，真正足水的。来，应该袂恐怖啦吼。袂恐怖啦。特别你安尼行啊，敢若是恁兜灶骹共款的。哎呀，我真正来过咩？这片这果子园啊，这歹势哦，这我唔知影，这是咧种啥物果子哈？哎，唔是话，你定定咧走市场，你也唔知，这度咱定定咧食迄红凉果啊。这是红凉果。对，红凉果。红凉果的果园，这暗时啊，足美丽，足水的呢。今仔日要欣赏咱这暗时仔水啦。伊若规拢开花了吼，啊规个。 骨力万蕊的花，白色的花安尼啦。小等下，恁两个小等下啦，要看迄红凉果，啊，就透早带我来看就好啊，那就搁来暗时仔来看这啦。花是暗时仔开的，哦，淡水拢遮大蕊，白色的。你知影是安怎开啊遮好吗？我唔知影。就是因为校长吼，伊遮的这个红凉果的果园啊，拢是用这种上自然的。对，对无？要看阮遮拢草啊啦，拢草生栽培，吼，好拢是啊。 无咧转农药，生态非常的好，所以虽然伊的病虫害真济，但是阮有自然的防治方式，像前几工落雨落来，哎呀，哦，落雨落来了后，有一种物件，今仔日要处理的物件，去蛇入来啊！哎，蛇入来，根本是迄下。是安怎啦？是拽哦。家己要来讲，叫做落雷啦。哎呦，落雷，落雷免惊啦。刮牛哦。落雷，刮牛，哎，落雷。啊，落雷若蛇入来了后。 你看这果，啊，哦，这个红凉果的果，伊即摆个掰开这树仔顶，爱个刻这皮，啊，伊迄所在个变白母。安尼就较歹卖，安尼你卖袂出去啊啦。哎，啊唔对啊，要掠这落来，你着咧试啊，掠就好啊，搁看较清楚，那就要暗时。啊，这落来吼，就是夜行性的一种生物啦。
伊个暗时啊较烧出来。伊个爬到树仔顶诶，袂糊。来，我开电话来找看卖啦。咱目睭爬较近。你看吼，涂骹你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莫打到。会打到爱看啊！好来，这一只，你看。哎呦，够大只！真正有烧出来够咧。肥的呢，食足好的呢。哇，你看。这就人讲的非洲大瓜鸟。哎，对对，这个落来啦，来进，来进。这个暗时啊，来个裂开。伫个暗时的时阵吼，毋那是讲水果就无用的，火龙果就无用的，啊这落来嘛就无用的，啊人嘛就无用的。对，看花米咧啦，啊这嘛米咧啦，啊落来嘛米咧啦，啊人就鱼咧咧。嘿，你个押韵呢？对啊，真搞，啊个无法度啦，种这个水果，爱做这个工课。哦，咱台湾这爱做事人，就是种啥物，个爱做啥物工课。对啊，种啥物因，得啥物果。对，安尼消费者才会食到咱种的物件。把这个歹物件先甲处理掉。对，咱等下一只一只甲裂起来。暗酥酥。讲的说你莫去插着，你看这啦。哦，足济。哦。其实这暗时啊，看起来嘛足美丽啊。你安尼抬头看天顶，啊天顶你看，即摆拢无啥物光害哦。对呢。足济啥？青。青的天青有无？你无讲我真正无为顶悬的看咧。其实伫咱伫都市迄暗暝啊，做好感觉。因为咱都市暗暝啊就困。对不？对啊，底下这天气是足热呢。来，哦，特别你遐。我找到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。我嘛掠真多呢。好高。好对，你看，我掠规堆啊。好高啊！袂歹啦，哎呦。啊，我饲掠较少啦。哎呦，掠较少。哇！你这嘛伤济啊？啊，你嘛拜托咧，掠遮久，即摆几点啊？掠安尼，你是在掠？连高蛋塔拢掠好啊。对。哦，安尼好啊。阮差不多拢掠好啊嘛。会使来看迄上水暗暝的美好。对，差不多。开花啊吼。啥时阵开花？后礼拜。哈？唔是你讲掠完就使看花？对啊，后礼拜课我甲你讲吼，咱的花蕊吼。你哪会讲骗来？就一定会看会到的。一礼拜。阮家有寮啊。了啊，房间真舒适，吼，恁住一礼拜就好。我听呀，你讲敢若真正足水的呢，啊无你留落来啦。无啦，我爱顾囝，你嘛知啊，你嘛爱顾囝，哪有可能一礼拜？安尼哦，无要安怎，无要安尼哦。啊，就是你啦。你加追哥哥啦。你留遮一礼拜好无？哈。哦。啊，你油头呢？袂使油头，我甲你讲，你啊安尼。好，我留喺遮一礼拜，啊无问题，我来帮你翕上水的暗暝的花。好，伊讲好啊。哎呀，就是你啊啦，你囡仔拢大汉啊，不要紧啦。生活爱美的上重啊，就是你啊呢。你来甲阮这个上美的这个红龙果的花甲翕回来呢。对啊，靠你啊哦。
时啊，伫遮散步，你会感觉哇，这气摩吉足舒服。嘿啊，真正袂歹。会使听到这海鹰的声，啊，搁会使听到这船只要出港的声。嘿啊，你看迄安尼迄海印顶悬吼，有迄餐厅的迄光线，拍伫迄顶悬，哦，敢若一巴肚咧。哇，规闪闪细细，真好看。这敢若是暗时的时阵才看的。对，你时啊看无？你看，遐搁有一个人，伫遐敢若是咧画图呢。有呢。起来看者。你是咧画图吗？应该是吧，我看伊安尼。对啊。真的呢，迄大哥真正伫遐，敢若在咧画图的款呢。这位大哥歹势歹势。你即马伫咧画图吗？我画车画船啊。啊？哎呀。啊，你啥那要暗时啊画船啊，无你啥画船啊？暗时有暗时的气氛啦。哎呀，你是有你是的感觉啊，无共啦。请问，歹势哦，老师你贵姓啊？我姓林。林哦。林老师啊，歹势歹势，头拄对你安尼就无礼貌。你安尼画图是画几年啊？你这个足厉害呢。我画图，我自细汉就爱画图安尼。哎呀，细汉甲即马哦。是啊是啊是啊。老师安尼，林老师安尼，淡薄仔真正甲迄船只拢画出来，啊，搁有看到迄山的迄形拢出来。对。你着用一支笔就会使安尼画甲。遮水哦！这换恁两个来遮是咧创啥？阮两个就伫遮安尼细细看看咧找讲甲暗暝啊哦，有这美感有关系。亲像你啦，你就是咧找这暗暝啊美感的人。你有专门的啊？专门科的啊。哦，真正，我是出来偌踅尔。恁这换食饭未？会晓未？你一讲我淡薄枵呢。我真正还袂食呢。对啊，迄暗嘛吼。安尼哦，啊无我等下带恁来食一下好食好无？好啊。这暗唔好食的哦。当然啦，高雄呢，哇，人好食的，我带来。好，安尼来，谢谢来。啊，你无用刷的吼？啊，我凊彩啦，我安尼拢会使。自然就是米啦。行，来。真正一斤面蛋的。嘿啊，啊，搁伫咧这巷仔内底，伫咧暗时啊。OK。你好。坐到一点。哇。来看要食啥？好啊。来一点。无想到这暗时啊，真正搁面蛋个开呢。嘿啊，而且搁伫咧这巷仔内底，你真正足厉害呢。哦，巷仔来找巷仔来。是啊。老师，你主要的这创作啊，都是拢是咧用画图的吗？无，我做一哑光的荧光颜料吼，来做图呢。安尼就是哑光的，甲咱暗暝啊的美学有关系哦。对啊，安尼，阮两个等下面食的，敢会甲你去看一下，看你的作品啊。好啊，咱真正吼，带来我画图的所在吼。来，哇！你这斤哪只大斤啊？嚯！啊，这几倍哈？这足大个啦，啊，但是吼，这算展览摄影，唔是迄个我的画图的所在。我看你这吼足侪八度的，这拢是你的创作吗？这我拢个作品。厉害嘞！啊，所以你咧做功课啊，像你这创作的所在嘛是伫迄遮吗？伫遐尔嘿，工作室伫边。安尼我会使去看嘛？你会啊，来。创作的所在。来，对我来。阮即嘛要入来老师的头壳内底啊呢。哇！啊，亲像这呢，这拢是你的作品哦。我来遮看较清楚啦。这唔是唔但我的作品，啊，佫有阮老母的，像这只兔子啊，吼，啊，这后壁这白天啊，奥的花吼，
叫万年吉祥花。我母啊80岁才开始熬这个花。我想听唔对无啊？伊用迄白铁啊，安尼家己慢慢安尼拗。对，迄落白铁啊吼，万年久啊袂歹。啊，伊就是要做好吼，伊的孙仔吼，会知影讲吼，阿嬷阿祖做熬做这，是安尼的原因，才安尼拼命做。哇，这巴肚看起来就厉害呢！系真的。哇，这是一个啊，我知影，进击的巨人啊，是无？无唔对。哦，你这倒位扣的，扣啊遮大身。啊，这是骨头呢，这是真正假的啊，老师。我画起你的啦，啊，真正是因为咱海洋的污染受过严重，吼啊，我就有去基丁吼捡一寡海废，啊，是煞吼，我搁去宜林溪口吼。去捡一寡吼，即种电路板啊，这拢是海里捡的。这个电脑电路板啊。咱台湾伫迄个吼1967年吼，一直到2000年吼，拢伫迄个宜林溪口吼烧废五金，啊，所以宜林溪口吼有一段时间吼污染有够严重的。这污染是真最严，这算讲重金属的。咱的地球，咱的海洋的那像咱的女性爱忍受。啊，咱的污染啊，拢伫伊的身体内底。哎呦！啊，但是查甫的吼，我着调工用吼，这宜林溪的迄落废物金吼，也是迄电路板来表现。我讲查甫人就是拢爱出外打拼趁钱，啊，为了趁钱吼，要捡这黄金吼，就无去疼惜咱的环境。就特别的，因为伊搁做这。装置艺术啦吼，啊，亲像边遐迄种啊，迄色水拢足好看，配料拢足好诶。感觉拢是无共款的，嘿，啊，老师你拢会晓。我较早搁要画个电影看板。较早迄电影的海报拢是用迄荧光的嘛，对无？哦，嘛是。迄荧光用足济。系啊。嘿，啊，所以吼，阮其实我有一段时间画图吼，拢爱用荧光色。迄对我来讲，迄是足自然的代志。哇，有够水的啦！是啊，这巴肚哪遮大片啊！这张吼是迄画南京的骨架啦。南京的。你即摆看的吼是正常光线下底色彩，啊，就是要看荧光的色彩吗？想要看啊！好，来。哇，真的呢，伟伟。规拢光起来了呢！有够水的啦！我真正无想到讲吼，暗时啊嘛用个看图，啊，而且佫是遮尔水的图呢。安尼看起来有参像迄种火金菇的感觉吼。是啊。因为咱一般拢会想象吼，是用咱正常色彩去想象迄个海底世界，但是我写伊讲，竟个海底色彩是无共款的。啊，顶管家吼，你有看这只啥？这电话拍了就发现只有一只，这是啥？这是什么骨头？这是我第一只吼用漂流木做的海豚骨架。老师这想法就厉害呢。这里用漂流木啊来做啊。海底，但是这只吼，唔是无根据真正的海底的骨架，我家己想的。你家己想啊，但是后边我有哪做一寡吼是有根据吼，像白海豚的骨架啦，还是迄个绿蜥龟的骨架，真正参考是真正骨头去做的。老师，你就爱去研究足侪种无共款的骨头吼。系啊，咱拢是脊椎动物啊，咱包括咱人嘛是拢有200几块骨头啊。所以拢有去做这个研究。因为我有那一部分咧想讲吼，咱安怎去关心咱的海洋啊，关心咱的海岸线的变化，啊环境的变化，所以我就用这来表现。真正是老师是真正有在关心这个环境，大自然做伙啦。对啊，拄仔想讲迄因讲的物件，阮两个人敢会用个学一个？一定的啊，恁既然来啊，绝对互恁试一个。你看暗时啊，佫会使看到遮好的艺术品，咱来试做。咱来传物件。好。好啊！哇！阮即马要开始来做这个暗时啊艺术家。无唔对。咱来画一个这个荧光的色彩吼，咱即马这用的叫做亚克力啦。亚克力颜料。亚克力。亚克力吼。咱头顶毋是有迄个荧光灯，
安尼咱来烧落吼，伊就有迄个色彩出来，荧光颜料。老师，你感觉你时啊创作，甲暗时啊创作，迄感觉有啥物无共款？你看暗时遮拢无人，比较起来，伊就是真正拢无声。我是感觉暗时啊画图有一种，感觉我的头壳无咧叮当，敢若佫有一个叮当的迄种感觉。啊，到底是有咧动无？就是空。咱嘴哪讲哦，啊手哪叮当好无？好。就是无啊，你这张都毋知爱画到当时，你毋是讲你爱困啊？对啊，但是在画这个过程当中，佫开始豆啊有想法的。对。啊，这色料吼尽量用吼，你若感觉哦。调色盘顶悬的也无够，你著搁切就对啊。啊，你会感觉毋知影家己咧画啥？无，其实我知影我咧画啥，但是画出来物件，甲我想的无共款。我是真正毋知我家己咧画啥。有时阵就是哪画你就哪有想法。对啦，啊，你若讲这支青啊色已经搁较无解清气吼，买当安尼，哦，那切切的拉一个吼，洗笔者安尼洗。啊，都清气啊！老师，你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安尼在暗时创作啊？自什么时阵？生活，恁某开始念你的？无啦，还未结婚之前就安尼啊啦。是哦。嘿啦，当然，迄时画电影看板吼，一定是历史较济。哦。啊，后来去美术学院读册了吼，因为我就做习惯暗时画图的啊。对我来讲，有个人会当做一种特殊的表现。所以因会较注重。伫迄个夜光的效果，就是要用迄个荧光灯来照的效果。我感觉哦，阮两个即摆安尼咧画啊，敢若是用一个黑暗的画布，啊，伫迄顶悬安尼画有无？甲伊画出迄色彩出来安尼。城市的迄种灯火的感觉。头顶吼，头前100度吼，就是画咱高雄的落雨天的感觉。迄个都用到荧光的色彩啊。就亲像我之前去日本哦，日本人有一个讲法，我感觉袂歹。伊讲其实你是啊，迄个办公室吼，你若为这个大楼去看对面的大楼，哦，一寡人搁咧上班，啊，迄电火拍开了后，伫迄大楼顶悬，你看了迄电火拢是逐个人伫拍拼迄个。哦，真的呢。对，那是一种。迄个画面，迄是敢若暗时啊才看会到。嘛是一种水啊。哇！我这最后一笔，我写一个白。哦，你画甲足认真的呢。我感觉这个补一个白好无？好啊。白色的，那种888。888，哎呦。对啦，哎呦。老师啊，你这个想法甲我加持了，就无共款。你哪会知影伊就爱发？对啊，大家拢爱发财啊，高雄就是爱大发财啊。888，对不？而且这8毛是种无限的意思。敢若迄呐。会奇怪哦，有一寡想法真正是你时才想无，暗时的气氛你颠倒较有想法。我今日的这个作品啊，我拄仔咧画的时阵哦，其实嘛唔知影到底家己想要画啥啦。啊，结果画出来了，画，安尼点点的，我就感觉，其实嘛是，敢若讲甲这暗时啊，迄种我想起来一寡光线，迄种五花杂色的感觉，家己安尼点伫咧顶悬。颠倒是我想足济，叫画起来，甲我想的无共款。因为我想的原本这底是青色的嘛，我想讲有迄日头拍落来迄光，啊伫树林内底，啊迄光毋是拢有一寡叶啊。安尼照喺顶悬。哦，你有想甲遮济去哦？因为我常常在爬山，我就有时阵迄日头要落的时阵，我就看迄涂骹足侪迄夕阳照落来光啊。无定咱等下用迄个夜光的吼来照看卖，无定有迄个感觉哦。系啊。啊，无咱进来看卖，咱对即个暗时的美学生什么款？好哦，啊无咱来搭电火换一个哦，好来，来。哇！哎，真正袂歹呢。画看起来足好看的呢。你也足水的呢。头拄有电火的时阵，毋知你这色阁有安尼塔做伙足好看的呢。啊，阁有888，发啦。啊，你若像迄个哦夜光的迄个星星。系啦，我就是想讲，敢若是我较早细汉咧困的时阵吼，我会头画，我会迄壁啦，就是用这种荧光的物件，啊，拢敢若会晓画安尼圆安尼啦。你这敢若迄繁华的夜都市啦，啊是吼。暗时啊的海港就差不多生安尼，一只的装
船只伫海上顶管。啊，你真高兴，多谢你。啊，你这真正袂歹哦，恁第一届话就真正拢出师啊，哇够好诶。老师，你唔敢嫌呐？对啊，这是真正暗时啊才画出来，这历史也无法度的。你在外口生活，声音就差的。分料伤多，干料伤多。干料伤多。你若暗时啊吼，这一切拢会进来了，你才有发现讲，这个时阵听到的声更较清楚，会使听到暗公鸟的。其实是会当听家己心内的声啦。哦。就是伫这附近啊啦。是吗？伟伟，你足奇怪，你大概拢要带去迄种足偏僻的所在呢？我甲你讲，迄厉害的人吼，就是拢住伫这种所在的啦。是吗？是无想要去互人发现伊的厉害吗？有可能哦，你对我讲你就知啦。是这吗？系啊。这看起来敢若是一间工厂呢。啊，对啦，就是这无唔对啦。就是迄啊 ，LED 啊。唔是 LED 啦，人迄是霓虹。啊 ，LED 甲霓虹到底差喺度，我就唔知影呢。我甲你讲，等下迄头家我甲你讲，你就知影啊。是哦。我头家喺度。这来去遐看卖。头家。头家你好。你好。哦，等下无闲。头家，我想要借问一下，你迄 LED 甲这种霓虹是差喺倒位哈？哦，因为霓虹哦较柔和啦。哦，柔和。啊 LED 会插目。哦，所以伊迄个若近的距离吼，霓虹灯看起来较顺，伊会使较近安尼看，啊目睭较袂不舒服安尼。啊，你 LED 你就无法度安尼看。我看这，我就有迄个年代感觉，敢若是较早的迄种香港的电影，拢定看。哦，对。哦。啊，咱古早咱迄个西门町的迄个戏嘛，拢做霓虹灯。啊，这拢是你家己作品，家己凹的哦。对，拢是安尼，这种客制化的啦。哦，啊你安尼做这做偌久啊？55年啊。哇，比阮两个更较大呢。做遮侪年哦。我15岁就来学师啊，来西门町学师啊。这正功夫呢。啊，但是这种霓虹的这种技术是为倒来。有一旁是对日本人教的。哦。啊，一旁是对上海人。啊，阮是伫西门町的拢是上海派的。上海人伫后灯吼，伊无排迄条柱领，迄条柱领就是日本人。你后顶排迄条柱领，啊尾啊，阮拢会排，就是因为排迄条加溜俩，就是讲加较顺啦。是，唔免大家安尼，唔免搁大家拗好，搁大家比啊，大家分。伊即摆安尼讲，阮两个是听无？对啊，唔知。啊，叫你学一个，才知影。你会使教阮安怎拗迄点吗？等下较来试一下功夫的，好啊，我甲你教。哦，你即马当咧处理就对啊。对啦，这因为这爱先画一个图安尼啊，甲落去凹安尼。所以讲一般就是爱先画一个图，啊再落去用这安尼霓虹灯，霓虹灯啊落去安尼凹就对啊。照这形落去凹。这就霓虹本人哦。这看起来这会破去吗？这会破，这都玻璃。这就玻璃吼。啊，这平平平是安怎凹啦？啊，就用火落去凹啦。OK，你做这是啊，我知影这是迄。因兜卖迄竹笋，这扛棒对无？对啦，这火开落吼，这，哎呦，真正有火呢！哦，敢若足想要烘肉的。但是这凹进前拢有比啊，我已经有比偌长啦吼。是。哎，就较简单啦，我示互你看。哎呦，哦，嫩去啊！嫩啊呢！嘿。啊，
你手细哩呢，咱内拢唔免挂手套哈。哦，唔免。啊，都安尼哦。嗯，好啊。哎，变软啊呢。啊，这地是啥？迄地石棉啦。哎。哇，头家你这真正是50几年的技术。你迄个安尼放伫咧遮安尼是咧？啊，我知影你讲这是日本的技术对无？对。你拄我讲的迄个爱排一个物件伫咧石头顶。佮盆啊，头拄啊我拗过时是毋是磨伊？啊磨伊爱甲盆起来啊。哦。等于迄个啊美感莫会水，啊无你磨又无水啊。伊若拗过迄原本会变去啊。变去的时阵，你安尼喷，佮甲伊捧起来。嘿啦。你这差不多几度哈这哦？150、200度。你拢112度的啦。112度。死人！啊，你有家己用过啊去烫过无？哦，啊，就烧嘛了你烫。是哦。哎，拢无用迄手套啦。手套哪有法度拗啦？安尼歹做事哦。歹做事。所以讲伊迄若变去吼，你搁爱用迄喙齿安尼喷，迄真正拢爱你有迄经验，你才知影。爱配合。对啊。配合最好诶。你看灯油哦。哇！啊，头家你安尼长去边咯？等于搁食啊！这安尼用个食无？哦，你看你拢已经遮有经验啊，55年呢。我讲话你烧啊冷，放个等于。啊，所以你做这项代志的时阵是爱足专心的吼。足专心的，不要紧啊！我即马等下哦，我换一个所在来接，啊接起来较水。头家好啊呢。好啊。我莫甲伊讲话。不要紧，讲话不要紧。因为用了我拢足紧张的。头家你讲这灯光嘛是有咧外销的哦。嘿，无我较早就拢做外销的。较早拢做外销的。真的呢。厉害。就是一个顺的，有够厉害的啦。哦，安尼就完成啊。美感足重要的，就是讲该弯的是弯。啊，你看我头拄啊长鱼有无？长鱼长伫，我甲接伫顶头。啊，即马用倒转来时看，伊就伫后壁。对，看无啊。安尼都看袂出来。看袂出。看无。这嘛足厉害。老，头家你真正厉害。安尼你连咪教我做啊，负责这个弯的这就好。这安尼上简单的这个就对啊。你教我安那凹这弯安尼就好啊。应该安尼就好啊。我今日有出师啊。哇，头家会使迄个珍珠奶茶摕来试者。我就知影你要讲这真正真无聊咧。啊，阮两个嘛，即马嘛排这来，你敢若真正亲像师的共款。角色换人啊，好，角色换人，互你试者。我是咧想讲，因为阮两个人即马吼，拄好有甲师嘅讲吼，是要用一个迄爱心较简单啦。啊，毋过这顶讲吼，我想要迄种粉红啊色啊，还是红色啊，安尼。啊，这种白色，这种袂使。粉哦，荧光粉拢种白色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看起来拢白色。看起来拢白色的，但是伊倒开来就无共色。啊，正要开始是爱试，啊夹这试看卖。哦，有无？哦，你看这个所在。哦，红色的。哎，红色的。看会出来是红色的。啊，这支就对啊。所以讲这荧光灯啦，荧光灯即马收咧，对对。啊，你较早敢都有这种机器啊？较早无啦，较早吼，阮较辛苦，啊用高压电吼，啊互伊烧拍电，较来迄个火星来清。啊有当时啊，你若去拄着裂个，因为火星嘛裂个啊，有当时会袂准嘛是有可能。啊。头家啊，这支什么色我来看袂出来。啊，这就无色你。啊，所以伊原本就是这种透明的。这透明的。啊，才喷落去。喷落去。安尼我先来拗。你先来拗，我即摆就来教讲哦，你像讲一个爱心。要对拗，较会好拗，啊较会水，吼。底部。无啦，咱这个就爱做顶头，因为伊有角度吼，因为角度的所在爱做顶头，较会水，灯头啊。插电位才插。对才插。赞哦赞哦，第八。人生头一支要完成啊。哇，差不多。用安尼，好。哦哟，头先去烧掉。哎呦。好，
来啊，这较强的，这安尼落唔敢会平哦。好啊，嘿，你即马二箱转来啦，爱较开咧。我过会使拗哦，无啊，都还袂定咧。还袂定呢。嗯，好来。好，安尼。水哦。哦，水。哦，厉害厉害。一个角度我就要过规半波。你看就厉害嘞。地杯安尼用啊，足好诶哦。啊无我嘛来试看卖啦。好啊好啊。我用这个设计的就好。好，设计的吼，设计的较好夹啦。来，真正足烧要较注意哎，安尼个先看啦。你唔好去烫到这哦。哦。好啦。要咪就变烘吧。无啦，烘袂使安尼烘啦，爱转啦。哦。你会烘烟尘哟。爱安尼会惊啦。啊。嫩啊。好来。好，说你。哎呦，哎有哦。哎呦。过，哎厉害哦，有诶。好来，安尼就对啊。哦。哎呦，搞噶。搞噶。哎，你真正搞呢？我惊笑啊。老庆瓜。这个角度嘛较好拗啦。我拄好有味着我排味。哦。而且其实哦，拄好咧用这玻璃时，其实你感觉会出来吼，你开始嫩的时阵，牛气啊！哎，安尼开始有淡薄 QQ 的那种感觉。后壁加你互我完成啊！好啦，我无得惊啦。你无得惊哦。等你一句话。会搞摕来。来。好，你打咧，好。哎，足专心的，足专心的，无简单呢。那有淡薄仔软哦。哎呦，敢若有哦。好，来，好来。好。有啊。赞呢。好，来。啊，是咪该地者？哎，地者。好。哇，有心啊！有心啦！这我过来甲你完成个，这个双安图无师傅哦，你唔捌做过吼，这足困难啊。这阮就无法度。都拗好啊，你即马搁互你用着就歹，就无菜。就要定来。哦。贵州海料了。系啊，贵州海料了。因为头段呢，真正足忝的。你看一个新着偌济美角啊。对啊。哦。这技术拢在内底啊。我这支，安尼什么意思？哎，安尼就登去啊？用安尼哦。要用加刀。你去冷的，这稍微有的就登。哦。哇，安就好啊。哇，成功啊！赞。无简单，一个爱心我附加过哦。拢汗拢酸出来。我咧心中咧别蹦跳呢。真的，我的心拢在走出来啊。啊，即摆好啊吼，我顶头接的真空就倒啊。是啊。这机械就是真空机台啊，所有的灯就是一定爱真空才会倒，但是你若无真空吼，伊会倒，啊，但是念伊歹。哦。啊，你愈真空愈清气，愈清气，这寿命愈长。是安怎？就是像讲我时间迄安尼用点20几年。20几年。哦。啊，搁伫遐。伫遐。你用的时你爱注意就影啦。哎，你迄是敢若迄云母迄石头的无？对。较早咱上课拢有上到。啊，你安尼你内行啊？我认真上。云母啊。云母吼，就是隔热隔电啦。哦。你若无甲记哦，你即摆电开落，伊即摆这个就烧厝啊。哎，愈来愈光诶。我即摆安尼就是你甲燃烧，咱这个电火吼，制造过程一定要燃烧。哦。啊，霓虹灯的燃烧伊是内加热的，就是用电火来加热。
啊，2公斤伊是外加落的，用迄个烧刀甲砍者，是，甲翕膜烧的啦。啊，先要甲烧，因为伊内底有杂质，啊杂质要甲烧掉，啊甲真空。愈清气，迄色嘛愈水对无？愈清气，伊是寿命愈长，寿命愈长，寿命愈长。这安尼还未完成，因为安怎呢？我水源还放伫遮咧，咱甲倒入来，伊才会平均啊。两边拢爱有水源。哦。哦。好漂亮哦！伊袂烧呢吼，袂烧，这2英尺袂烧啦。哦，够水的呢。啊，你想要放伫倒位？我应该放在房间吧。充满了爱。这房间放了就有气氛。真的。闭上了的那飞送。